众朋友，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在经营过好无？你这个地我哋咧家己地位哦，有几多有这个故事哦。我哋今日有请到嘅係一個木工嘅師傅，伊對改好一個裝口家機，變成去研究我哋口家機，伊來自我哋家己用到順慶豐。一開始呢，我睇我哋路邊咯，去熟悉朋友們嘅湯匙啦，還有菜廚誒。慢慢地去研究，去重新掌過以後，拿去重新去整理。最尾一開始來做我哋古董家己嘅一種算是熟悉啦，同修整。係慢慢亦都發現到講，喺修復嘅過程裏邊，發現台灣咧我哋咧傳統嘅老家己裏邊，有即個嗰套冇像我學問哦，又冇像我門派，冇像我地方，又冇像我方法。你今日有請到伊攞同我講我哋以前傳統老家己裏邊有乜個故事，後邊有乜個同我哋台灣文化有關係嘅地方，我哋馬上歡迎我哋慶豐來到現場。慶豐馬上，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嘉義嘅順慶豐。慶豐哦，你這個講係來自嘉義，你這個係嘉義人嚇？唔係，我係新竹新埔人。嗰時候人哋羅木睇新竹，新竹嘅新埔，爸爸媽媽嘅問題係嘅。我爸啱啱喺度新埔咧。慶豐我想問一下嗬，你當初攞上愛去接觸我哋嘅木工嘅家己咯，亦係同這個本身學嘅背景有關係咩？我係高中嗬，我讀新竹高工，木工科，讀3年。嗰啲老師教我啲對木工嘅基礎，加學會木工嘅技術。後來讀2年嚟，嗰係嘉義農專，老師又教我對嗰啲森林嘅知識，所以對嗰啲木材有興趣，退伍以後是做嗰彰化做外銷家具的品管，還有現場的組長，做好咧因為政府代物館轉在嘉義做個嘉泰工業企業樣品做2年之後，拄了朋友講，在咧創業做木工，是一個開工廠，加係做外銷的，外銷差不多做5年之後。遇到瓶頸嘛，因為外銷的單全部都沒有了，以後你要想辦法啦，該想辦法呢，用啲行到個台路咧看到個蘆筍就一燙樹，開始然後驗轉去整理，整理差不多是將業買木買鉛，但是那個是一個生機啊，至少比個摸水做好。所以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到現在，都在做那個快木舊家具的整理。可是等於講，你這個係對高中的時間，都一直都開始對木工課然後木材呢，然後慢慢地都行業外頭外銷家己嘅地位做組長後來都還是一直都行了一條路啦。後來因為都讀到一些可能工作上面的瓶頸，其實也都發現講，路其實我哋因為社會開始在進步，有啲人都開始會把嗰度舊嘅嗰種木工嘅家己向嚟借路，因為我講咯，可能其實漲還個貴，因為錢唔到人漲，乾脆路買新嘅個價，但是舊嘅都不用提嘅，然後路因為這個有安嘅技術嘛，有安嘅。應該講有安尼研講啦，提供起碼個書誒都挺嚴貴然後去重新整理。咁唔係你過程裏邊，其實唔起碼個時間開始去學會認識一道台灣嘅嗰度書誒，然後都多係唔去嘉義農工嘅時候幾兩年嘅情形。新竹高工教你用乜嘢技術做榫、做家具。嘉義農專可以教你講木材的利用。怎樣去利用？怎樣去做防腐？還有一些植物學，樹木學，然後要判別那個木材的紋理，還有它的加工性質，那後來又去彰化做那個外銷家具的品管，所以看很多，有些東西壞掉了，要怎樣去把它整理出來，整理好用，那些知識都是慢慢去累積下來的，然後那時候剛好碰到眷村，好像是
2004年的期间哈，嘉义很多建村都在拆，很多块木的料，你可以把它拿来利用，拿来利用啊。后来又有机会走在中部哈是台湾家具最好的地方，有很多。因为它比较靠近该鹿港嘛，哎呀，鹿港动都该河尾家具动这样的家具，又经过921以后哈，一些那个房子都倒了，所以他们把那个家具哈都丢出来，不要了，所以那时候我都会去中部那边收一些他们的家具，然后拿回来整理，发现都该中部的家具哈。冻降、冻火卖哦，你俩时间火差去哦，差不多就载一推的车转去，你将立摆载一推的车转去，厉害，冻火卖啊，系啊，可是问题是有人讲啊，你这个体验伫迄某个书头的，等于对我来讲，可能某个书头都看唔出来。听你讲，你这个嘛伫讲迄。用的，譬如讲，无缺的地方有无缺的地方的特色啦，同埋像头讲的总铺啊，哎呀，迄边因为这个对头来讲，对以前国公的时间，可能如果搞能用去做木工，技术的问题，听因的干运动转时，还能因是书的迄物的，好用的知识，后来就或者做嗰种外手工厂的时，伊读到嗰度无缺的东西。刚刚想问一下吼。因为而家在台湾来讲，我哋最常看到嘅嗰種以前，譬如講我哋 Q 家機啦、冇物嘅，最常用到嘅書頭係點樣嘅？就家具也好，同埋個ヒノキ也多。ヒノキ係咪嚟講檜木咯？檜木有分兩種，一種是黃檜，一種黃檜，就是講的ヒノキ，一種是紅檜，就是美利奇。美利奇嘅紅檜，對。黃檜。大部分在個日本做個神社，黃檜它就有那個落槌啊，嘉義就拿來蓋房子，對，它是比較屬於次等材啦，次等材那種，對。可是我哋其實即早期嘅台灣嘅家具，大部分都用黃檜啦，還沒用到真正係紅檜，因為像我哋講，比如講一般我哋沖繩，咪講以前那個啲。建築物社會咪，人都講其實書頭全部喺台灣過去嘅，但是而家唔可能再對台灣去動，我哋咧紅檜都過去嘅嘛。可是其實台灣咧家具地位大部分都係黃檜。黃檜北部較多，北部嗰度。南部嘉義這邊都是紅檜。可是像我哋嘅話，係咪因為講當初？像我哋無缺嘅地方有無缺嘅書頭，很樣嘅原因咯。係因為講以這個拿嘅書頭嗰方面，還是講同日本師傅習慣用嘅書頭有關係咯。上頭擺清朝嘅時節通常係平地，就地取材。到1912年以後，高山鐵路通車以後，才有高山的檜木下來，所以。像信州其實該凍體嘅該樟樹、楠木，或者比較淺山的肖楠去做，然後南部的話是該杉木杉木嘛，對，所以美濃這邊都是大部分都杉木，像中部的話，它像豐原就是肖楠，它多。原來佢其實係同我哋早期吧，有可能同我哋深山上讀書有關係嘅，因為就地取材。係因為嗰種冇安尼技術嘅話，你去深山上嘛讀唔到嘅書啊，下啦。可是其實等於個1912年冇高山鐵路嘅時節，大部分人咧如果能夠平地嘅，可以拿到書嘅嚟做嘅嗰種家具啦。但是1912年以後開始有我哋高山嘅鐵路以後，你可以看到一些高級嘅嗰種書頭嘅拿來做家具啊咧。原來有安尼關係，可是變成講。有高山鐵路以後，後來等於講我哋用到嘅家具嘅水，嗰種書頭嘅水準等於個高誒。比較大量是錯嘅啦，大量是講可能一些公共的建築，它就會用那個
官方的建筑，比如说车站哈，车站，嗰啲通常用嗰Hinoki 的，所以Hinoki的木材哦，都是1912年以后才会有的。像客家的那个一些柜子哈，清朝的柜子，通常樟木啦，楠木啦，较长的啦，嗰個 OK， 你等於講，其實呢開始慢慢的有可以用那種較好的樹頭提起來。嗰種冇想到，伊啲高山鐵路可以影響到人，可以用到樣嘅一種樹頭哦。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話嗰度古古老嘅家己嘅一個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我哋今日來邊係來整我哋家己嘅純輕風，伊對開始熟悉我哋嘅老古嘅嗰種家己，慢慢嚟去長以後，會發現我哋嘅老古家己裡邊其實有伊自家嘅特色，還有自家傳統哦。我想請問一下，其實我哋幾常看到我哋嘅老古嘅家己裡邊，睇有攏我哋看到我哋阿婆嘅嗰種時裝台啦，無攏我哋嘅面床啊，做乜幾時只結婚如果習慣送安尼嘅東西咯？因為個樹狀台吼，那個面窗吼，係當個用的嘛。面窗，因為它水不嚴重的啦，它的那個生兒育女，讓你休息又生兒育女的功能啊。一般吼，嫁妝2千，差不多人煙千，其實會準備個面窗啦化妝台。但係我有啲怪嗰個。因為我哋都卡還有阿婆都卡露面床，冇都講我哋以前時裝堂都卡還有，還有我伊配啲我哋講文物館冇博物館啊，我都發現到講奇怪，我哋啲阿婆冇嘅面床啊嗬，我講哦，佢樸素，嗰啲我哋講佢창리啦，啊偏人咧又嗬，譬如講有幾多總鋪啦，嗬，都冇攞人海嘅部分咧呀，而啲面床啊嗬，都花頭都改到，都改我哋講改獎啦，有啲揭發啦，嗬，有啲乜東西。中華嘅時節，孔時代差唔多孔時代面床，我會有安尼無同樣嘅一種，我哋講雕刻嘅風格，無你講裝飾嘅風格無同樣咯。特色地方嘅嗰面床冇同樣，像新竹，依個面床體雕嘅要刻嗰個絲，有連髮，有絲有連髮，啊中鋪，要刻個拍菜，要拍菜，拍菜，啊拍。白菜哈代表一身清白，代表它的廉洁啊哈，还有那个车子，有的車子用車子的，茶陵呢，對，所以每個地方的都不太一樣。好安尼，可是等於你講，譬如講，每啲可能伊哋流行嘅風俗都無同樣。咁我哋台灣，即個嘛研究話按到我哋台灣嘅一種老古件哦。我哋以前台灣咧，我哋嘅家己地方有每啲地方係咪有無同樣嘅特色？我有跟他整理一個口訣啦，哦，就是鹿港雕，好，鹿港劇，台南入。台南入八個東西啊？應該嘉東入石榴。哦，嘉東入石，嘉東係一種樹誒，石榴係一種樹誒。咁而做乜嘢入行來咯？因為嘉東的木材哈，比較深色，然後那個石榴的木材比較白，利用那個深淺的對比，然後雕刻一些故事，有的雕刻什麼那個八仙，有的雕刻趙子龍救阿斗，有幾種嗰傳統嘅故事啊，但是我哋講，安尼技術其實改過呢，等於講，那伊啲樹頭啊，先割好以後，先刻好伊啲點麼，然後伊入另外一個樹頭上面，嘉東入石榴，嗰也係算我哋台南伊啲改傳統嘅一啲技術都錯嘅，嗰種同人講嘅樣，我哋有一啲鹿港雕，因為以前鹿港，就是從對岸泉州過來的嘛，所以他們過來的時候，為了要安定民心，所以去蓋廟，蓋廟就是一種信仰嘛，那
盖庙的时候需要一些雕刻的师傅过来，所以那些师傅都很会雕刻，所以鹿港的雕刻都很有名。好，嗰時嗰邊大部分的木材嘅話，鹿港人講嘅家己裏邊，大部分都看到有雕刻的一種方法。好，講係台南，還有呢？還有個豐原畫啊，豐原花，怎麼豐原係花呢？因為豐原比較多湯陰啊，所以他們勤耕雨讀，那比較有那個文人的氣息，所以他們的畫都是畫人物，比如說左邊畫那個公子，右邊畫侍女，他有的是這邊畫書生，他有的這邊畫樵夫，一文一武，然後一個是隱士，一個是文人，它產生對比啊，那是一種對於生活的寄託，對於生活的寄託。原來喺阿你邊行我哋常常會看到我哋南埔綠隊啦，無論係客人咧，呢種有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哋咧家己吼。我感覺到我奇怪，我哋咧家具真的非常的樸素，你上面都真係用白的，冇想到喺我哋咧地方嘅特色。好，而且而家把嘅東西地方，其實都對應到我哋客人講嘅長鋼、依託，好，我哋一條出來嘅時間，我哋對鋼鐵，好是唔會講嘅某個廚藝做嘅事，唔係我哋平常都睇鋼鐵，但是我哋落嘢時間，都變成啲文藝，都睇特殊，都像都唔講嘅，好，可能一方面我哋喺鋼鐵嘅人，另外一片我哋都把佢哋特殊嘅人，好，係都係一種對比嘅一種方法啦。嗰種嚇豐田係畫家係有喏，新竹卷，新竹嘅卷，喺乜地方個卷咯？卷嘅新民族，新民族，東台州嘅新民族，叫個卷。哦，而家面下個卷行來，翹頭卷，呢個新竹有呢個宗祠有啊，有個燕尾，燕尾很多，所以新竹的卷都很。嗰時也係神民族嘛，有個卷行嘛。哦，係啦，一般咱個神民族書面是亂的平平，但是新竹嘅神民族就會翹行啦。翹頭按桌，美濃也有啦，美濃的料比較薄，新竹嘅料較噴，裡面的新竹話有薯條，我哋美濃冇按到薯條嘅。新竹通常用個樟樹或者孝南去做。係啊，嗰度能夠咁用按河樹啊，冇用按盤啊。我哋南埔冇按，因為南埔喺平原嗰度啦，屏東平原啊，我哋屏東嘅平原嗰度我哋冇按過樹嘅，其實個冇唔可能對按過樹啊去按過山峰去讀書啊下啦。嗰度大部分用都用我哋個低海拔的，嚇低海嗰種平地嘅樹嘅。咁喺嗰度呢，除了新竹縣以外，還有冇？宜蘭塊啊。那個斜，它的櫃子都是比較斜的，因為宜蘭它是比較保守的地區，所以他們有那個中原的文化過來以後，摸牆跟戲譜那樣受到影響，所以他們比較保守那個民式的家具，它民式的家具都是斜的嘛，稍微有點斜的，對。嗰時宜蘭嗰邊係出家吧，係受到中原嗰邊移民過來影響到，冇像到西部，因為可能100-200年的一種變化，密的地方有密的地方其實，但是宜蘭嗰邊都受到外來的影響比較少，宜蘭保留嗰種以前中原的嗰種民情家己嘅嗰種樣嘅，吼。嗰種當初我開始會發現講，我哋台灣的家己地方有安尼分類咯。在中部的地方，因為中部家具很多嘛，它都是變成一個集散地啊喲，無論新竹有的被收到這邊來，或者宜蘭被收到這邊來，然後你看到那個家具你就覺得很奇怪啊。當初我也是不曉得啊。那你問啊，講你係買東西，跟買因為老講講，你係新竹來，新竹的家具都很耐看哦，它的家具都很簡單樸素，然後那個料都很粗壯，所以我就很喜歡，所以就是反正都是要一直問就對了，問到說這個家具是從哪裡來的，因為在特別在嘉義農站的信上其實聽我是講，你不看家具的章，我是有看我講，老師你也奉面你
一下图用你打地，我讲，你大概形状跟用料都是丰原那边的。对，可是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有发现到讲，以前真正冇发现到讲冇想到对古老家己地方可以看出讲，一主人可能背景系忙嘅，因为其实喺早期嘅时间，因为喺个地方冇供养，以及个嘅特色都冇供养，比如讲头头讲新竹嘅剑兰等宜兰嘅婆啦，还有丰原嘅花，你这个过去可以去看一下以前罗卜地方嘅家己地方，你都睇到大很样嘅一种风格，喺头头我哋讲到台南遇到佢特别嘅熱。加動葉色料嘅一種特別嘅技法，佢從這個開始嚟爭嘢到Q 嘅家己嘅時間啦。啲講其實所有嘅好前有一站嘅可能灌糖啦，茶站全部都用電腦去做嘅。但是也要嘅黃金咯，譬如我哋以前早期用嘅嗰種黃金，而家都冇生產嘅，唔用嘅摻到嗰種老嘅黃金咯。老嘅有金當然摻。咩啊？摻到cái擺起嚟啊，係啊，像是許多人嘅蘿蔔嗰度咧看到你家家具擺響咧，剩個五金田，買來賣轉落，慢慢收，收當多，你家五金係新竹嘅，你家五金係豐原嘅，你家五金係鹿港嘅，你家五金係台南嘅，通常係記起來，記起來了。以後來坦白又督導，來完全來，所以五金很難找啦。係啊，你等於如果你回收業者這邊在摻嘅度黃金，按頭講黃金，伊還是有分配係咪？有，伊睇有用嘅分配咯。有的上個新竹嘅新竹嘅個五金就係融入了蝴蝶啦，融入嘅，它可以打開來。然後裡面有個鑰匙用，它是可以活動的，像豐原豐原它就是一個蝴蝶，它是一個蝴蝶的形狀，那也是客家人的，然後鹿港的，它的五金可能有點微笑型，有點微笑型，各個地方嘅五金冇相同啦，而且它的年代每一個年代的，從清朝嘅五金，它是鐵的，那個天頭櫃啊，蓋頭櫃啊，那是客家人特有的那個五金，特有的家具，它的熟悉當台架，冇相同啊。係啊。嗰種唔單止連以雕刻的方法冇相同，其實連黃金都冇相同。觀眾朋友看到呀，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喺早期嘅時節，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這個文化哦。尤其下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賓木工師傅傾鳳同我哋講，以慶陽嘅去分別我哋台灣木匠嘅一種雕刻嘅風格。我想請問一下吼，當初我想去研究我哋有木匠嘅一種雕刻嘅風格。在2012年的時候那個文化部有出版一本《台灣傳統家具鑑賞與保存》。那本書還有寫一部分啦，有寫一部分。因為這個書學者專家寫的，那是一般的研究廳啊，那咪專業啊，我們想，利用這機會去讀個中正大學台灣文化與創意應用研究所。你都寫文章，然後去讀研究所。寫完以後，被刺激到，有人講，你懂得那麼多你應該把它寫出來啊。其實按描填哦，因為我70幾年的時間沒學填哦啊，所以我都不會電腦，我就去讀研究所了。你都寫論文去讀研究所，為了寫一個東西出來，本學會你地講，台灣家具係用慢音，所以去讀研究所。讀研究所的時間老師又教我哋講，怎樣去把那個
台湾巴洛克式家具把它写出来啊。我去看一些外国的建筑的书，巴洛克的书。然后读一些清朝的一些资料，找一些资料，然后找一些日本时代的资料，我们要来写出来，写出来感觉有一种那个成就感，有那种动身体的感觉啊，刚刚我还没同我的观众朋友讲一下，嘛讲到巴洛克式的风格啊，因为日本时代有个市区改正，一些老的道路。然后他把它改成巴洛克式的道路，那个房子，他为了配合那时候的氛围，所以一些家具，其实他会走在巴洛克式那种形状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从国外回来，他有接受那个西方的文化，或者他在当地变成士绅以后，他觉得说，我现在变成士绅的。有身份地位的，我也要做一些跟以前汉体不一样的家具，那个就是巴洛克式家具，所以为了表征他的身份，像我哋巴洛克式的家具同巴洛克式的风景啊，你可以从我哋的路街地方可以看得到啦。譬如講我哋像太海啦，或者我哋咧希望講到太海，還有幾條路街地方都看到一些，譬如也要一種幾特色的一種雕刻，都講伊要用一種幾太的一種算是。我哋講雕刻的方法，上面有寫些人的名嘅，也要加重人的名啊。有時節幾多人的名嘅，係用英文一片的哦。然後上面會有嗰種唔多像詞的，因為嗰時節幾多人冇看到某個詞的，嗰時也要詞的雕的嗰種美味啊。還有的會有地方會有老鷹啊，冇到嗰種我哋東方人貴時候看到鴨背啦，冇到嗰種東西，嗰種發間的嗰種樣式。但是頭先我哋傾朋友有講過，幾時台幾種我哋咧。家己地方嘛，許多嘢都建築物嘅影響，嗰時伊也要雕刻嘅風格嘛，開始會停頓從我哋建築物嘅嗰種方式樣嘅。佢像我哋嗰種巴洛克式嘅風格，差唔多對我哋應該算是日本時代啦，日治時代時間，差唔多對一棟人到一棟人嘅時間咯，範圍啊，太陽嘅時間。差唔多如果大正，太正嘅時間，大正末期，大正末期差不多1914年左右。他們都是聽140嘅台站那個時間，1914年到該1935年、36年左右，那時候快戰爭的時候，摸該巴洛克啊。如他們聽140嘅台站都聽140嘅台站前時間啦，係啊，他們講嘅嗰時台灣留下來嗰時嘅建築物，大部分都係嗰種嘅風格，巴洛克式嘅，有該科。從頭到尾講嘅老鷹，還有一些獅子，還有一些那個牡丹番花草，像鹿港又叫民俗文物村，它裡面很多巴洛克式家具，那就是辜政府耶夫卡嘅家具當做嗰種樣貌的款頭，它就是為了表現它是一個士紳那種那個身份地位啦，因為這樣嚟講法，等於如果其實係能用嘅東西嘛，會反映出啲嘅起碼時代，唔用嘅家己，唔係講我哋係反映嘅，就係一聽用嗰種明清時代嘅嗰種花梨木的那種家己，其實唔多時都日治時代冇如果其實係流行嘛嘅東西，你這個用時節嘛會流行用嗰種冇佢用嘅一種講設計嘅風格，嗰種其實都。常常看到有錢人會盡量用嗰種我哋講巴洛克風格嘅一種東西去做。有那個樹狀推，樹狀推雕刻的那個鹿港，跟大溪，還有個豐原，他們3個地方巴洛克都很盛行。南部比較沒有巴洛克，所以巴洛克大部分都在那個鹿港，豐原還有大溪那邊。因為他們雕刻，因為巴洛克都是注重那個雕刻嘛，對，所以雕刻的地方有雕刻的地方比較有巴洛克式的。咁像你這個修復嘅安度嘅古老嘅嗰種家具嘛，按這個嘛開始有做把嗰度老古件嘛重新去整理過，比如講我哋而家現場擺喺度
也迄愈我哋以前常常會摕差不多點可能會厝的嘛吼。咁也會厝的迄營養本迄 Q 的本髒型的，還是講也係用 Q can 重新做過的呀？然後通常看到的吼，通常一個嘉義的舊料，差不多嘅舊料去做的。哦，也係重新去做的，但是用 Q 料去做的。哦。你係看特別個形狀為復古。那現在哈很多文青的都很想要這種。係啊，我都想講，跟這個因為一開始做嘛，我同佢講，當初係講日本的都係 Q 的，然後你提我哋講提鹵槍的哈，是做成的，還是講係用 Q 料去做的？跟人講係用 Q 料做的。Q 料。跟我想要做下你按咕嚕用的喏。因為做這個東西哈，你就是要跟國外的東西產品不一樣嘛，跟那個大量生產從來做個點呢，餐廳全部都一樣嘛。對啊。那這種哈，就是你一擺哈做10家，他就是買香10個人想要喜歡這個，好，因每個市面上賣的都有東西，所以它這個是一種懷舊的感情在裡面。其實我哋咧希望佢講到啲佢其他市場上最流行嘅東西，講我哋咧文青啊，文青啊，伊哋咧開嗰種唔單止伊買喺咖啡哦，無論講伊買喺我哋其實喺我哋咧西洋式嘅蛋糕，但是伊哋佢好寫下啲東西，譬如講我哋最近台南開幾多家文青嘅店嘅，你會發現講一道文青唔好行嗰度西洋式嘅方法，而佢好行嗰種台灣嗰傳統嘅風格，但是伊買喺咖啡，買喺嗰西洋嘅東西，地方買喺賣蛋糕，但是伊都表現有厝嘅地方，嗰種嘅感覺完全都無同。係無共樣，係你從西洋嘅厝嘅其實都會無同樣。家己喏，佢看落個種，如果像人個小看咧，伊哋家己嘅都種唔特別嘅係。你一種係個日式嘅茶盤，工業式嘅啦，係日式嘅茶盤，佢特別好動台架，可能是6尺四方，那後來我想說這樣子比較不好賣，把它縮小，縮小以後把那個格局縮小以後，它放在桌上，當我看，拍到個碗盤就會當過覺得很好看，而且會有彌陀，對，而且我用那個紋路，檜木的紋路。檜木的路去表現，係啊，而且從來你家己差不多可以用到1舊啊。檜木就是比較怕那個受到潮濕嘛，跟那個太陽照啊，如果沒有受到那個潮濕跟太陽照的話，應該可以用個50年都沒有問題。我冇一啲可能佢唔專業嘅問題啦嚇，咁唔能看到我家己看到講嗰種我切嘅油，都冇想要切嘅油咯。你看因為漆那個化學的漆它可能3年你都在聞那個化學的漆，然後現在像那個櫃子，我就漆那種蜂蠟，用自然的蜂蠟去漆那個。嗰時有漆蠟，嗰時但是如果看好了亂的嗰種鬼醬的嗰種素的色嚟說嘅，唔會像人哋漆上一路嚟，唔會垃圾嗰時。從也要其實用我哋咧老古嘅書誒去重新做過誒，做那種懷舊的感覺，讓人家說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台灣本土的特色，T-shirt，啊，咁樣咯，我要希望嘅呀，你係個客家嘅煙樓，客家嘅煙樓，太不會睇那煙樓，其實佢太通嘅煙樓呢，也係佢太嘅煙樓，你係大阪市嘅，大阪市，煙樓就喺美濃，那個嘉義嘅中埔，嘉義都有煙樓，你下煙樓冇用咧啦，係啊，因為沒有收煙草啦。跟當時我想到做嘢咯，這個是一個那個77歲的老師傅，他在竹崎，他前一陣子傳授把這個功夫傳授給我，他有蓋過差不多50間那個煙樓。所以那個格局怎樣做，他都知道。我們是做那個細木的嘛，可以把它那個動作再改良得更好。但是那個基礎都是老師教給我們的。像那個瓦片都是一片一片，
哦，一片手工业，粘上去的，对。咁對人來講，可能這個對以前開始爭下人哋扣嘅家己，到健康下人用扣東西做出一啲新嘅家己。對人來講，爭家己一件事情，我都講收家己來講，我因為講我哋一個家己同我哋台灣文化有乜嘅連接。台灣家具吼，伊在咧本上就挑擺事情啊，係啊，上愛個煙盒加講係做慣嘅，做慣嘅，哦，還有騎馬。哦，他一個櫃子，他要賣我。我跟他說，這個是你做的哈，你要把它留起來。結果他說他沒地方放了，沒地方放的話，我就把它收起來。我跟他說，以後我會好好的給你保管。你如果要看到那個家具的時候，你隨時在清邁，我未來買的，因為哈，它係因為家族的記憶，它不是商品哦，它是一種記憶。一種跟那個國家、跟社會哈一種連結，從一捆落個菜廚，哦，因為想到挑擺，哦，阿婆煮菜用一條咧，哦，你煮時要是食個菜，哦，那菜出來食安尼，還有我只開啊，咩起碼那咧長好咧哈，我想到挑擺。阿婆會扛到錢有丟咧，哦，像是摸錢，那到錢去用，你看到這開下，你就會想到，挑擺有一隻事情哦，你會動美好的回憶，所以家具哈，它是給你一個很好的美好的回憶的一個物件，因為從個木才開始摸咧啊，但是家具哦，它可以搬，從新竹搬回嚟到。因為想到挑擺事情，一胎可以傳到半，它是有個故事在裡面的。可是對於啲餐嘅啲廚來講嘅話，其實伊唔單止係啲家己，像慶豐，伊擺到家己收藏好，對於迄幫嘅人台灣送一批嘅記憶，收藏以後留伴我哋下一代。今日過感謝慶豐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度家己嘅故事。感謝朱先生，好，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好，新聞音。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哋線上嚟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誒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嘅係親子瑜伽，大朋友、小朋友，先生來邀請你同下做瑜伽哦。呢運動呢簡單又好記，請你放起來，同你來做瑜伽嘅哦。呢小朋友阿晶，今日來當示範小老師哦。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誒，請你同我來做暖身運動哦。好，兩隻腳打開來，好，數伸出去，好，弓箭步，好，再數過來，好，伸出去，數過來，伸出去，拉出去，放鬆來，過去，再數過來。弓箭步過去，好，弓箭步回來，放鬆嘅身體，好，來彎片，好，彎片，放出去，再數過來，慢慢的數過來，兩隻手好做一個扭轉，放鬆，好，面對面，好，數看數可以。前身呢，我同數看數哦，好，左右
去做扭动，训练身体的协调，嘛可以增加的亲子互动哦。好，来练平衡哦。好，你先脚伸出去。好，1、2、3、4、5、6、7、8、9、10。哦，厉害哟！稳啊的哟，哈，稳太你呢，莫输跟生你的哟。好，扶好我哈，莫本来往倒的哟。甲生你呢，扶好阿公阿婆，阿公阿婆同阿做，你听保护伊哦。好，如果係阿公阿婆啊建議哈，阿公阿婆可以擺生你的肩條，安尼甲佢穩，好，就可以1、2、3、4、5、6、7、8、9、10，安尼甲佢咪往倒哦，好嘛，佢穩。啊，生日呢也引来平衡感，好，可以来训练，来再摆。好，弯脚，好，现在换脚，好，来走，1、2、3、4、5、6、7、8、9、10，哦，很棒哦。好，帮阿公阿婆同爸爸妈妈哈，睇你冇输本生日的哟，把女也减條。好，彎腳，1、2、3、4、5、6、7、8、9、10。好，2隻手再看同下，第二背後仰，好數。好，那剛開始啊，能可以幫助生人。好，腳打開來。好，慢慢的後仰，向後仰，後仰。好，慢慢的放起來，剛可以板呢，板到矮。好，來後仰。好，大地前面玩，好，腿泡泡噶。好，再來護大肩膀。好，護大肩膀。不用累嘅肩條，好，第二背延展，背龍嘅伸出來喲。跳嗱，看，又可以延展嘅背，放起來，好，最迷的招式係豎式像薯條那樣嘅，好，慢慢的腳練平衡，好，練平衡，好，你可以好板輪嘅聲音呢，啊腳按壓咩嘢腳趾條一片，好，先板輪椅，剛剛一企穩呢，好，嗱嚟慢慢的伸上去。上去哦，好，可以板輪椅，必練平衡。可以的話，你可能性也可以自己練平衡咯。不用一隻手，不用兩隻手，慢慢練它。可能性可以不用。哦，厲害！哦，很棒，好，不用下來。好，更加穩保護愛哦。等下我變大野狼。才可能性，挨喺薯條會游來游去冇，好嘛？好，太樹誒，長大咯。好，颱風咯，颱風停來，颱風吹，吹，大野狼吹，我樹吹啊，呼，好，再擺來，大野狼吹。哦，我看眼冇倒來倒去，好，更加穩哦，換你哦。好，來試可能性哈。好，來樹式，來小樹長大。好，我是大野狼，要把你吹倒咯。呼，沒有倒誒。好，再一擺哦。呼，快倒了嗎？沒有。呼。
倒了，没关系，你很厉害，摸都好了，好，不用好了。你用那薯条试看耐心好吗？2个一起长大哦，哈，看谁先倒哦，哈，来，小树跟大树要长大了。观众朋友，来比赛哦，看下你可以起个球哦，摸倒下来哦。来同观众朋友当大野狼腿踹下去好冇？可能先观众朋友有吹倒吗？好冇？好啦，1、2、3，呼，有没有被我们吹倒啊？再一次，1、2、3，呼，有被我们吹倒吗？好，观众朋友问难哦，把我们吹倒哦。好，慢慢的长大。好，吹倒了没？帮我们吹。没有倒，对不对？好，来囤几个泡泡树。好，来呼啦，再一把，来呼吸咯，提来通走。好，可以囤小朋友通哈。看电视的时间，你可以运动的哦。好，单脚哈，上去。好，往后踢，好，摸到哦，1、2、3、4、5、6、7、8、9、10，好，稳矮哦。警告我也要来挑战，后退一点，好，来，1、2、3、4、5、6、7、8、9、10，好，听你的动作还蛮向后仰，来向后仰哦，反后哦，好，慢慢的放起来，再摆向后仰，好，放起来，好，第前面往下去。因为向后仰完，我们要往前去缓和一下。好，不要让泡泡噶。好，慢慢的圆背放起来。好，再来互搭肩膀的数。好，搭你的肩膀。好，向后。不要让它吃哦。慢慢的放起来，好，再来还竖式，我先吹你好吗？好，来竖，好，塞薯条长高，脚打开，再省车，好，不用喊哦，不用数哦，1、2、3，大野狼，没有吹倒哦，听一摆哦，第2次还没有吹倒哦，是猪小弟的房子一样哦，很坚固哦，来，没有吹倒，很棒，阿爸妈妈哦哈，好，我很爱用力吹哦，好，开薯条，好，用力吹1次，来，没有，没有。2个都很棒，大家都很棒。来，这个拍手，今日通早呢，好不好吗？好不好呀？哈，好高吗？好高哈。来，阿能好好运动，下次咱来聊。